码头顶摆甲满，袂输要开 party。当年的旧历6月初6是民间风俗中好爷的生日，台中建国市场的福德寺嘛为庙内金好爷来做生日，请超过400外个市场的生理人甲信众做伙来祝寿。好爷水嘛是讲吼，这好爷水啦吼，这意思讲，代表我大家健康啊，大家都发财啦吼。传说中好爷介意食煎鸡腿，旧年市场就传365桶，今年搁再创新高，信众传超过400桶，搁有36只金好爷造型的馒头，为金好爷来庆祝生日。求平安啦吼，大家生意较好咧，安尼都好啊。好爷真灵感啊，你甲求吼，拢会庇佑咱咯。建国市场的金好爷是经过皇帝封馆的天后，甲一般的无共，是坐伫个桌顶，敢来当拜食的食米。民间的风俗中，搁甲看作是一种财神，希望透过祝寿的活动，保庇市场会当顺心如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